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善吃永远在吃土，好业躺着收租金，这世界根本坏掉了吧？开着淘宝金地堡，打开米其林吃饱，老爸直接送寄移民号，不用去祈祷。我顶楼加盖房，看着村子透心凉，月薪3万怎么活？干脆躺平不用忙。为什么好野人天天在度假？为什么善吃人连卤蛋都怕？这叫阶级固化，懂不懂啊？不是我不努力，是社会太假。好野的命，善吃的运，我继续躺在床上怪罪着命运。投履历表太麻烦，老板给薪想要饭，不如回家吹冷气，键盘上面打圣战。新一豪宅一整排，年轻买房是蠢材，时代剥削太沉重，这口大过社会背。为什么好野人天天在度假？为什么善吃人连卤蛋都怕？这叫阶级固化，懂不懂啊？不是我不努力，是社会太假。好野的命，善吃的运，我继续躺在床上怪罪着命运。什么叫年轻人要吃苦？吃苦能换大安居2房1厅吗？所以我睡到下午2点，因为醒来也只有资本主义的陷阱，都是社会欠我的，没错吧？外送迟到怪天气，房租拖延怪警惕，别人升迁靠关系，我穷却因不逢时。善吃是我的保护色，好野是你们的原罪。我不是废，我这是反抗体制，懂吗？算了，继续睡。